愛一個人要等幾多年啊？你聽日就走咯喎，幾時返嚟娶我啊？娶你啊？我諗下先啦。諗呢個死人頭咩3年，3年之後我一定會返嚟娶你。我會搞一個豪華嘅婚禮，買一間大嘅屋，我要俾全世界嘅人都知道，詩詩就係我最愛嘅人。呢個係我曾經對佢許下嘅承諾，但係3年之後，我做唔到。你聽日就要去巴西咯喎，加油啊！多謝你今晚請我食飯。唔使客氣。好啦，咁我走啦，好好保重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唔知點解死咗之後，我嘅靈魂都仲繼續留喺度。我諗係有一啲好重要嘅事等住我去做。一架由澳門飛往新加坡嘅航班，懷疑因引擎突發故障導致失控墜毀，機上135名乘客及機組人員全部罹難，當中包括23名澳門居民。我希望你可以忘記我，忘記我嘅一切，忘記我曾經對你許下過嘅承諾。我希望可以揾一個人代替我去愛你。及女，算啦，我哋啲三無人士，冇錢冇車又冇樓。